咱台湾甲美军买的这武器25案内面有3案的进度明显去拖掉，包含着66架 F-16B 战机，本地是明年年底要全部交货，目前是完全无进度。连会当挂伫咧战机顶头的 AGM-1544的飞弹呢，也无法度准时来交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，美国方面已经成立着专案办公室伫咧催，也讲明年一定会看到。安那讲到咱的国造畅水南海军号当时会在做这减航测试咧，郭立雄今表示讲，希望11月再做一届普航测试。最近国军装备采购定团进度拖延，根据报告显示，国防部向美军买25案中，进度超前的有海马斯稳定精准火力打击系统一案，进度正常21案。NDA 个项目分别是 AGM-1544飞弹、MK-48重型鱼雷，也阁有原定明年底都爱全数交运的66架 F-16B 战机。今年就已经会完成10架的组装，那还有待测试的过程。那在线的连同这10架加起来，总共有50架在线组装，加班赶工的一个阶段。那用2班至20小时在进行，全数完成交印。我们觉得当然有一定的风险跟挑战，但明年一定可以看得到 F-16B 的交运。国防部表示，美国已经针对这3案成立专案办公室，要尽上大努力。也毋过，进前方积极拖延的汽车飞弹、气舰飞弹所无列伫国防部的报告项目内，郭立雄解释，以及甲美国签约的法技师机场，拢也咧交运时间点进前无延迟。也透露向美国买500粒气舰飞弹，今年增加到2621粒，预计为今年第4季都会当得到第一批。鱼叉飞弹当初要建案的时候是用战备急需建案的，本来是5年的期程，现在变成10年。刚刚听到报告的时候，好像变成12年了。你通通把它往后延，当然进度正常。我们找各种理由，帮所有的厂商去解套，而且还不断的付钱。除了军购伫执行的458案，上个案中有2案进度落后的，包括各界观测的国造江南海军号。伫第3摆普航测试了后，就回港调校，无过出港，等于进度成备。下一个阶段的潜航的测试什么时候要进行？按照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，我们会预期应该可以在11月来进行护航测试。对于外团的出海的涉水唔拿大准，海军参谋长曲准营初三也当面驳斥，依照合约，海军和官定爱伫11月交付海军完成普航检航等科目，也有超雷射计验证。虽然当时对大准实施19万罚款，不过郭立雄强调，处罚是无对，只是多出的手段，建造完成才是上大的期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